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好吧？我是民族。你有发现啊，最近这几集民族介绍的动作都浪漫开山鲜蛋糕，很重要的酿样家吴金龙老师还有吴金苗老师，欢迎到的是金龙老师的儿子龙迅老师。老师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哪一个是你爸爸金龙老师？这个对，你爸爸对，弟弟是金荣，哥哥是金苗。你可以大概帮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对爸爸还有阿爸他们的印象吗？他从事摄影这个生涯当中，对杨梅的纪实跟历史上的记录都留得非常的多。这边就有2张很重要的相片，对不对？办什么活动啊？这个是在新城路送水灯。以客家人来讲的话呢，会有庙，时间久了，有时候会重新再 renew， 那中间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大斋。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系列的客家人的活动。哇，真的不曾看过哎。老师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透过金淼跟金龙老师2位兄弟，我们也要来教大家讲客家话。像这个兄弟，没错。而且讲到这个照相馆啊，我们也顺便教朋友这3个字该怎么说呢？翕相馆。没错，翕相馆。乡体乡下经营嘅翕相馆啊，那时候对于永文人来讲，真经当重要。他透过他的视角，保存了这么多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东西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教观众朋友讲一句话，就是照相馆里保存了许多老照片。翕相馆底度保存了众多老相片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认识了吴金淼还有吴金龙老师2位老师，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，成全了摄影，也成全了那时候的杨梅，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兄弟，兄弟，兄弟。第二个呢就是照相馆，翕相馆，翕相馆。第3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。照相馆里保存了许多老照片，翕相馆底度保存的众多老相片，翕相馆底度保存的众多老相片。哇，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故事当然不是在这短短3分钟可以讲完的。希望呢未来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代把他们博物馆成立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